家嗰啲金咧，所謂嘅回調唔夠低嘅，低唔到，明唔明點解啊？下邊有啲人佢喺度買緊啊，你都冇現貨，你低去邊啫？嗱，點解話去到6月份會有好大鑊嘅嘢出現咧？咁咪到期？美債到期啊？係啊。如果佢唔降息嘅話，咁你覺得美國政府有冇咁多錢還債先？佢要咁個步驟係首先降咗息，第二再還債。咁其實而家就川普就等緊美聯儲啊嘛。咁但係如果美聯儲唔降息嘅話，係咪佢要問美聯儲咁喺高個息口借一筆錢去還債先？咁都冇計㗎。你咁樣做嘅話，我咪還得絕啲咯。咁我咪將啲稅加到4個位咯，1000%咯。即係你覺得如果美聯儲唔讓步，川普就六國大封相啦？係啊，即係簡單啲，依家只不過係大家試探，瘋狂試探。你睇下美聯儲而家開始啲官員出嚟吹下風話，可能5、6月份就會降息啊，點，可能啊 ，OK。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，又唔係一定，係咪咁話啦？只不過互相試探咯。即係講句唔好聽，川普入面咗一大堆嘅大招，可以同你反台。佢降息都會分降得少同埋降得多，係咪啊？降得多降得少都唔係一個大問題，降息仲會引起另外一個問題，知唔知咩啊？通脹咧？係啊，因為之前嘅息口係已經比 GDP 仲高啦。咁啊，川普而家都放咗話啦，再慢慢修正之前嗰啲啦，係咪先？其實就係讓緊步，梗唔係啦，即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要成個社會接受通脹到最後係緊噶啦，你明咩先？你想我放出嚟定係美聯儲放出嚟？嗱，我係咁諗嘅。首先咧，而家如果係因為呢個關稅戰引起嘅通脹，咁佢美聯儲可以趁機射個波俾川普，拉少啲仇恨。依家川普引起通脹之後，如果佢再降息嘅話，通脹會更加嚴。我知，咁但係譬如話到最後，佢唔係話唔降，佢降少少，川普唔滿意，搞咗個六個大封相出嚟，個社會責任就即係個波就去咗川普嗰度啊嘛。未必噶，因為你唔知降咗少少嘅話，引起嗰個效應有幾大。你降少少會唔會引起雪崩先？你降少少唔係話嗰塊板向下放少少就放咁多水出嚟喎。咁如果佢降息啲大量嘅錢出嚟股票市場，啲人發現有利可圖嘅話，你覺得原本攞住錢收住息嘅，佢會唔會話我唔收息啦？我將啲錢拱入去個股票市場啦？即係你嘅觀點就係、美國而家個基本面就係一厘息都降唔到噶啦。係啊，如果佢降到嘅話，佢死閪喺呢個咁閪高嘅息口嗰度到依家為止 hold 住咁閪耐咩？你可以咁嘅，你先降，等美國政府還咗啲債，跟住再升翻咯，咁簡單。唔得噶。你會玩死啲企業噶，降息降得咁閪低，啲錢一衝出嚟之後，懟起個股票市場，跟住一大堆空軍會入去噶。如果啲空軍入咗去，又或者本來買多嗰啲見咁閪多空軍入去，轉頭落去啲空軍嗰度咧，跟住你一加息啲錢再一走嘅話咧，放大效應係咪？嗰個放大效應嘅話，企業回購都頂唔住啊！咁咪全部睇下有冇着泳褲啊？有着泳褲嘅話，就會變成煙條咁樣。多頭死，企業死，好過成個美國嘅基本面死啊，係咪啊？你都傻嘅，係基本面死冇問題，通脹啫嘛，咪發錢俾你啲人食飯咯，你明唔明咩意思？但係企業唔好死啊嘛。咁啊係，企業就同就業率有關。唔係啊，唔單止同就業率有關啊，只不過一個數字啊，你明唔明咩意思啊？只要企業唔死，咪升價咯，大家都升價，咁有乜問題咧？所以按照你而家咁講，到最後妥協都係基本面。如果妥協係基本面嘅話，即係話都係通脹，最後都係黃金升。通貨膨脹到最後會有一個問題先啊！你知唔知係咩啊？就係如果玩得衰嘅話，黃金會暴跌再暴升。簡單啲嚟講就係侵先上咗台幾耐啫，Nasdaq 就冇咗1/4啦。OK，佢暴升嘅話，佢可以暴升5、6倍嘅。到時你覺得引起個股災會有幾大？5、6倍啊！你真係假啊？有咩炒先啊，大佬？呢一個美國最大嘅問題，知唔知喺邊度啊？第一錢好多，第二物資冇多幾多。係喎，真係喎。第三，嗰個市場陣價冇跟住上去，即係話到最後冇通脹，所以先有不到美聯儲寧願係加息加到咁閪高過個 GDP 去韞住呢啲錢。韞撚住呢啲錢係解決唔到問題㗎。美國好閪多懶閪啊，你明唔明啊？美國啲懶閪係靠實政府救濟㗎，但係政府本身就已經係啲赤字，年年問美聯儲借錢，OK，冇可能再增加赤字㗎啦，你明唔明咩意思啊？最後再折射出嚟嘅問題就係美聯儲唔屬於政府，就係個經濟循環喺美聯儲嗰度斷咗，國家製造啊 GDP 啊上升，
所帶嚟嘅好處俾美聯儲食咗，而唔係俾美國政府食咗。OK，而應該食咗嘅呢筆錢係歸於美國政府，由美國政府去將呢啲增長嗰筆 GDP 救咗啲窮人，你明唔明咩意思？形成一個經濟循環。而依家就係有美聯儲嘅存在，佢話我要穩定美元，你製造咗 GDP 嘛，我冇可能俾佢通縮嘛，所以就印錢。咁係咪即係佢印啲廢紙出嚟，食撚咗美國嘅 GDP 啊咁多年？但係呢筆錢冇去到美國政府手上，美國政府要救助啲窮人，好似乞兒咁問美聯儲借錢。雖然美聯儲唔可以唔借俾佢，但係咁閪大嘅財政赤字，你覺得到最後美聯儲可唔可以要求你還錢啊？